初衷很单纯，就是不然我们来做做看这样子。找到第一个设施，我只标的第一个就是中南海，那个非常容易。空军和海军基地相对好找，空军有跑道嘛，那海军有码头，它在卫星图上面的辨识度比较高。我们有标一些文革时期的解放军，有时候会在沙漠里面弄一个很大的标语啊，我觉得是还蛮有趣的啦。还有空军的设施，然后中央政经的军事机关。还有重要的比较大的训场包括我们熟知的像朱日和啊这一些，然后战列支援部队比较重要的几个点。因为6·4它前阵子33周年嘛，我觉得这种东西是有纪念意义啦，而且它影响中国社会非常巨大的重点。如果了解6·4的历史的话，不管怎么评价6·4天安门事件，它都不能否认它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影响。没有人想战争啦，我觉得不管两岸是战是和，就是大家多多了解总是好的。我想要呈现的是一个客观的一个公开资讯，它不是一个带有太多意识形态。因为其实呢，批评对岸的人很多，也不是。如果我要批评对岸，其实也不差我一个啊。